入的班吼，所以真济咱有可能拢无入到迄班。所以因的文字哦，较深一点。伊讲人醉酒花痴分，你来看，即句内底吼是毋是有一个醉？啊，人若是醉，或者酒嘛，即伊是醉酒啊，其实倒底嘛，先拢咧写新闻最后颠倒吼。伊其实咧讲酒醉，啊，毋过伊通常会为着压抑，为着伊会讲醉酒，其实是人酒醉啊吼，酒才互人醉啊。啊，人啉酒酒醉啊，就会安怎？本地好诶人吼，醉了会完善，咱会变一个人吼，咱敢要换换？咱的肉身内底有即种人无？有啦吼，我有一个弟弟就是安尼，伊若无啉酒吼，没有那个酒精的，咱也讲迄种身体作用啊，物理的变化啊吼。伊若无啉酒哦，去一个礼拜，我迄个盲讲话，安尼盲啉酒。伊若有啉落吼，不得了，就变一个人啊！啊，咱看人间吼，酒醉啊，你来看迄个酒驾偌严重，酒驾，因为酒驾互人有可能会使人家破人亡，啊，伊家己咧，伊家己嘛是足清惨的吼，因为酒醉。啊，即马先来遮咧讲的酒醉。因为咱若无啉酒啊，到底咧甲咱讲啥物？咱若是讲咧醉呢，也无醒啊，因为咱有啉酒啊。啊，酒在哪里？会知刚孙嘛讲着咧，伊咧讲咧七宗罪吼。我想讲，我这一定爱解深咧，无咧听解说这由即个文字啊，讲落心内底物件，迄拢嘛是心法啊。哦，就是在咱两个内心内底嘛。所以我对者，为虾米咱讲，咱这人间的灾难是咱人家己这家己产生，因为咱着失去倒啊，像即个酒醉的，你看酒醉啊，要开车，啊是酒醉要行伫迄个深海的边啊，有的人酒醉点对迄个大条沟落去，啊毋知影停止啊，哦，咱家己人贯之后，你想着是。仙女条线咧甲咱讲的意思拢共款。伫即个名内底吼，太低气啦。啊，毋过咱人安尼酒醉啊，怎啊？敢咧饲地啊？你看伊讲花痴分，迄花吼就是安尼，由细蕊开始一直开嘛，咱捌看茉莉花在开嘛，啊一直开到尾安怎？都会卸掉的啦。啊，伊若拢甲开哦，安尼不卸掉。听讲咱天上有迄个不凋，永不凋谢之花啊。迄只有西方清净的所在有吗？听讲有即种物件，连咱上爱的黄金人菩提啊，迄哪有啥物尊贵？啊，为虾米伊遐经啊？咱人间的经是大家拢咧唱黄金，因为心无共款。因为思想无共款，因为品质无共款，因为气质无共款，因为气无共款。你看咱人遐大种就是讲气，啊，人无啉酒哦，气袂出来。人若啉酒咧，你袂当甲讲一个哦，还是讲你人甲看一个就有代志，莫讲咱搁开嘴讲话，你甲看。伊若无代志，啉落就有代志。啊，你看迄花，一直开一直讲。慢个几啊，开到咧就好啊。你若讲开安尼，也拢练习啊，但是若开甲深啊，就要卸掉了。这先讲吼，你甲咱囝伊讲，就对经内底讲的，爱知止，到啥物时阵爱停止。啊，咱有时讲会讲知止，讲对咱求道的连万荒渺，此有修有嘛。遮啊，就知影找上安全的所在，咱人咱咧找上安全的所在，就是爱找着咱的道啊。所以求道、点道，然后是熟啊，爱学道，然后爱修道、行道啊。啊，办道是大家嘛拢咧发现，咱道就是大道场，咱道就是上大的道场啊。咱的众生上后伫咱道吼大变神通啊，敢毋是安尼？无啥拢来讲哦。来活动哦，都很有道
大厅有倒回去都是拍档，迄就是要化解咱的危险的。咱倒伫厝诶，若像咱伫运动哦，绝对出平安的啦，绝对出幸福的，绝对出快乐的，敢毋是安尼？但是介奇怪的是，咱伫运动的时阵阴阳和谐，气也袂起来。为虾米？因为叫定电元水，定电将军定掉，咱气拢发袂出来。那等于到倒咧，一句话气就下开啊，奇怪哦。毋是听讲的，嘛毋是古用这个自然的，为虾米？因为咱的火候未到，咱的气调还袂好，咱就是上电的功夫。这应该讲会过啦，所以这就是咱爱学习的原因。啊，无哦，心平和而世界，天地不用修禅吗？若会当回头，那就爱求佛大慈大悲，就是安尼啊。